tips。呢次風暴消息，天文台喺朝早7點10分改發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，黃色暴雨警告同時生效，所有日校今日停課。颱風紅霞集結喺天文台東北大約8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，時速大約15公里，橫過廣東內陸。本港而家多處吹烈風，離岸同高地間中吹暴風。同紅霞相關嘅狂風大驟雨正影響住本港。新界東部喺過去1-2個鐘頭錄得超過40毫米嘅雨量。紅霞正穩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動，喺本港東北80公里左右掠過。天文台預料本港將會逐漸轉吹西南風，原本受遮蔽嘅地方可能會變得當風，海有巨浪同湧浪。林俊軒而家喺杏花村㗎，天文台咧啱啱就改發咗8號信號啦。你嗰邊嘅風雨有冇話細一啲啊？早晨啊，周海欣。咁其實咧喺杏花村呢一度咧，雖然咧啱啱係改發咗8號信號，但係風勢咧暫時咧未見到咧係有減弱嘅跡象，而且咧間中咧有一啲嘅猛烈陣風吹埋嚟，加埋雨咧拍落塊面度都有啲痛㗎。我哋可以一齊睇下杏花村呢度嘅情況。咁見到咧，其實而家杏花村咧可以用大風大雨嚟形容。除咗樹咧係俾風咧係吹到搖晃之外咧，其實咧都一直係落緊雨，地面咧亦都開始有一啲嘅積水。咁喺杏花村遊樂場咧，其實咧係已經做咗防風措施，包括咧係架設咗擋水閘，防止海水倒灌。但係由於紅霞咧喺香港以東掠過，同以往咧喺香港南面又或者西面掠過嘅颱風唔同，啲風咧唔係由海邊吹過嚟，而係由岸上面吹向海邊，所以咧暫時咧就未見到好似以前咁樣有海水拍打上岸，導致咧係海水倒灌嘅情況出現。咁雖然咧紅霞係逐漸遠離，天文台亦都改發咗8號信號，但係市民咧應該咧係要繼續留喺室內嘅安全地方，遠離岸邊同埋停止一切水上活動。我哋會繼續喺外面跟進住最新嘅風暴消息，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好啊，唔該晒。港鐵話頭班車起，列車唔會行駛露天段，其餘大部分嘅路線提供有限度服務。仍然暫停嘅包括輕鐵、機場快線同迪士尼線等等。除咗屯馬線何文田站至鑽石山站要18分鐘一班車，其餘大部分嘅路線都係15分鐘一班車。高鐵方面，下晝4點前所有來往香港同內地高速鐵路列車班次取消。城巴話8號信號生效之後，除咗 B7同 S1 號線有限度服務，其他路線暫停。九巴同龍運所有日間路線暫停。呢次風暴消息報道完。